大家平安，欢迎收听7月初4的迦南之声。我是尤波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向上主求智慧的祷告。我们要读诗篇89到90篇，请弟兄姐妹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之后我们要来一起读 RPG 的金句。求你叫我们数算我们的年日，好使我们心有智慧。诗篇90篇12节。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王他敬畏上帝，以智慧闻名。他不向上帝求更多的财富，而是向上帝求智慧。但我们看到最后，他却英雄难过美人关，对外族女性有好奇心的偏好。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他倾心于妃嫔，超越了他对上帝的敬畏。所罗门王为耶和华做了一些的事工，但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的爱妻宠妾上千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的神，敬拜别的偶像。因此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向他发怒，所以后来导致他的儿子罗波安在执政时期王国发生了分裂，就失去了上主的赐福。罗马书1章18节以后也告诉我们，当人们不荣耀、不感谢、不敬畏上帝的时候，智慧就远离他们，他们的思想就荒唐了，心智暗昧，他们自以为聪明，就反成为愚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刚开始我们很敬畏神，一旦上帝给我们发达了，我们就渐渐远离上帝，失去了对上帝敬畏的心当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挑战的时候，在这个时刻，其实我们更需要上帝的智慧来引导我们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的困难。让我们一同来看诗篇第89到90篇。诗人他如何在困境当中，在短暂的岁月里面，在悲叹的当中，向上主寻求智慧，去面对他们前面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诗篇89篇，诗人在困境当中如何寻求智慧，重点在他对这些的困难挑战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仰望上帝的信实和他与大卫所立的盟约。诗人以叹在患难当中赞美上帝的公义和恩慈，并对上帝与大卫所立的约表达深深的敬仰。然而我们看到，当他遇到周遭的困境涌现的时候，他开始质疑为何上帝似乎没有遵守他的承诺，他与大卫所立的应许之约。这时候诗人他选择将他的疑惑还有面对挑战带到上帝的面前，他来寻求上帝给他智慧跟启示。就因为信靠与大卫所设立的这样的永恒的约，所以在失望当中他仍然存有盼望，在疑惑当中仍存有信心，在悲情当中得到安慰。第二篇我们看到很出名的，就是所为摩西所做的一篇的祈祷诗。这一篇诗篇是关于人生短暂与上帝永恒的诗篇。诗人摩西他深深来意识到人生的无常，还有岁月的短暂。他向上帝祷告，求上帝给他有更多的智慧，
来明白人生终极的意义。就像有时候可能他不明白为什么我就是发怒了敲一下这个磐石，结果就因为这样不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哦。所以他有时候很多不明白，求上帝给他有智慧来数算自己的日子。这种对智慧的渴望和寻求，是我们在人生困难当中寻求解答的最好的榜样。我们看摩西在神面前祷告，求这位上帝给他智慧，能够数算他自己的日子，了解他的日子是怎样过来的哦。当他这样在数算的时候，神就给他得着智慧的心，而对人生充满盼望。就是我们看摩西哦，在他的人生里面有一些的数算，你看他从小的出生真的是很坎坷。那时候埃及法老王哦，要灭掉所有这些希伯来人的男孩哦，所以你看他从小出生就要面临被消灭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摩西后来被他的母亲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放在尼罗河里面哦，让它漂。结果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尼罗河水就带走他，然后飘到法老的公主，后来被法老的女儿公主来收养。这是一个可怕的经验。然而摩西他一生里面造成他最大的阴影，我们看到这个出生的过程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生哦。再来我们看到当摩西在误杀了埃及人，被他的同胞举发之后，他逃到旷野，就在旷野当中，神呼召了他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所以当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好不容易出埃及，来到了红海，前没有退路，后有追兵的时候，上帝如何出手为他们开路，然后击杀这些埃及的军队，在红海里面，在旷野里面一站一站的前行，来到了西乃山，领受上帝十诫，得到上帝对他的启示，要为神来建造会幕。这个建造会幕是给神做的居所。可是呢，我们看到摩西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哪里是我自己在给神建造居所？其实这位上帝才是我们永恒的居所。所以在诗篇第90篇的第1节提到，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因为摩西在上帝的里面找到永恒的一个归宿。我们看到这2篇的诗篇都在向我们展现一个虔诚的祷告，在困境向上帝求智慧。诗人并不逃避他们的所面对的困难，而是选择将他们的困难带到上帝的面前，并在祷告当中来寻求智慧跟引导。这2篇诗篇还告诉我们，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的年岁是短暂的，我们无法独自解答所有的问题，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智慧去面对我们所有的问题，才能够有很好的答案。研读89跟90篇，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如何在困难当中向上帝来求智慧？这个我们看到都是让我们对上帝有更多的认识，因为我们本身有限的理解力，真的无法全面的认识到这位上帝。可能上帝透过一些的各样的困境，才能够帮助我们去体验、去认识到他的全能跟他的慈爱。所以我们面对
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效法诗人的榜样，将我们的困惑或是痛苦带到上帝的面前，并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寻求他的智慧。我们来思想诗人祈求上主赐给他智慧，使他在短促的岁月当中能够敬畏上主，善用他的一生。想一想我们是否也有善用我们的有限生命，活出生命的价值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永恒的依靠，坚固的磐石。我们要向你敬拜，因为你是永恒的主，你是慈爱直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求你也让我们深深体验到你的慈爱跟信实，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坚定依靠你的力量跟保护。愿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的恩典跟慈悲之中。主啊，我们的年日有限短暂，如同草花一样，但求你教导我们，在这短暂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好好的善用，帮助我们明白每一天都是你所赐的恩典，也要好好的运用这些时间和资源来侍奉你，与人来亲近，让我们所领受的恩典福气能够与他们分享，让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指引，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可以行走在你的恩典之路。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可以敬畏上主，智慧充满，主的恩典相随。我们下次再见哦。